我手頭上面呢支就係 Sony 最新嘅100-400 5.6到8光圈嘅入門長焦距鏡頭，佢個重量只有654克，你見到大細同呢支飲品係差唔多㗎。雖然係一個入門級嘅鏡頭，但係亦都保留翻我上堂成日教大家點樣用嘅鏡頭功能鍵。你可能會話5.6到8光圈好細，但係喺咁細光圈嘅情況底下，影人像出嚟嘅散景效果同埋個壓縮感亦都相當唔錯。另外，如果你啱啱開始玩生態，成日覺得其他大炮又重又貴嘅話呢支400mm 影像一樣都可以數到毛毛。以入門級嘅價錢已經交足功課有突。除咗影遠之外，佢亦都有最大嘅0.41倍放大率，你可以用嚟拍攝花卉、昆蟲嘅一啲大特寫。嫌400mm 唔夠，佢亦都可以加裝增距鏡。你見到當我加咗2倍增距鏡之後，隔住18層都可以好清晰咁樣影到個車牌出嚟。講咗咁耐，咁定價係幾錢呢？你覺得 Sony 大法好貴？呢支鏡只係6900幾蚊咋，絕對可以話係今年最抵玩嘅入門長炮。想知多啲手機、相機同埋航拍嘅技巧，記得訂閱我哋 Photo Beginner 嘅頻道，同埋報名我哋嘅課程。下次影相預埋你啦！